包咗咁耐水角，有咩想講啊？想要留住女人嘅心，就要捉住女人嘅胃。呢度係每一個有早餐選擇困難症嘅人心之向往嘅地方，城市商務精英返鄉揾食首選之地。東卑水角專指東方神秘臥勢力，色調統一、簡約而不簡單嘅裝修美學，透視風格極具誘惑力。粵北雕塑大師頂尖團隊堅持手工製造。Hey David，好耐冇見，包咗咁耐水角，有咩想講啊？想要留住女人嘅心，就要捉住女人嘅胃。每一片瓷皮都薄過你嘅面皮，馬蹄瘦肉加香蔥，入口爽到震天宮。代代相傳，盤到包漿嘅竹西，盡顯歲月沉澱味道。辣椒、豉油、芥末，經典味碟三件套。高端嘅食材往往只需要樸素嘅食法，鮮甜共備，香辣。精緻講究嘅擺盤，彰顯每一位食客嘅獨特品味。貴族全銀茶壺窖藏住1997年嘅泥渣茶。呢個週末，讓筷子代替刀叉，等中國為救西方麵粉點樣做早餐。果然人間煙火氣，最苦煩人心。